转来看国内，即阵立法院调野的冲突已经演变做全台大罢免。民团第一梯是锁定国民党的19个立委了后，即马第二梯是搁增加12个人。按说明仔载就会把这罢免的提议书送去到中选会。另外一方面，哪样目前第一阶段共款有12个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提议书是已经送件。 我知道你也不是这个选区的，我在内湖长大的，你拜托你查一下我好不好？国民党青年军要甲罢免李干秀的团体正面冲突，正全台出现大罢免，要导演也有金钟奖摄影师要来准备拍罢免纪录片。国民党一切都在听共产党的话，所以我觉得全面罢免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大家来共同的支持。正式的跟大家宣布，我们这些导演们开始。 那个拍摄的罢免的计划，就是我自从李彦秀罢免李彦秀这个团体开始。彦秀在基层服务已经超过25年，我的问政、服务跟诚信、港沪乡亲是清清楚楚。绿营政客跟侧翼最近是铺天盖地用不实的资讯对彦秀进行抹黑，港湖的民众都看在眼里。 那国民党、民进党立委吴派也后国民党青年军锁定罢免，不过去传出这个罢免案内被捕林宪仁、张燕婷所户口到中正艋舺区无满4个月，因为资格无符合，第一阶段连诉书从专属退件。罢免团体讲，罢免行动会继续落去。我们要跟吴沛忆委员道歉，让您失望了，因为罢免案会继续，我们有分 A、B 队一起送进去。我们在2月5号送了 A 队，2月6号我们就送进了 B 队 ，A 队。 不予受理。可是我们的 B 队目前正在进行资料查对中。我怕要求民策来回应讲，政治不应该是报复受分加算计。对着民团发起的大罢免，国民党是以罢制罢，高俊送出12名民进党立委的第一阶段罢免提议书。也来民团也讲会加紧作业，70会再送出12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